教育部推出国中小数位共学的教学模式，高雄也有2间学校正做 XR 数位共学中心，利用现实甲虚拟结合的 XR 技术，和参与学校规划无同款的主题课程。那伫咧线顶无同间学校会当做伙来上课互动，和庄卡甲都市的学生囡仔，都会当享受到同款的教学资源。是要讨论，为了减少地震灾害，那平常的学校跟家里，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地方、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加强的？延明国中校长人就亲像徛伫个崩山现场上课，其实这是透过虚拟实景的技术，甲崩山现场的画面甲摄影棚做结合，正做 SR 数位共学的课程。这个防灾主题课由老师设计，透过摄影棚甲虚拟素材，正做互动的课程。除了教室内底学生，也有另外2间学校的囡仔，拢会当伫线顶做伙学习防灾知识。那就会有一种临场感，就是我们可以确切的感受到那灾害的现场是怎么样一个状态，那我们就可以省去那种在那边想东想西的时间。透过科技的 VR 还有平板，来让学习更有趣，而且还可以学到一般课本学不到的知识。高雄市伫延明国中成立第2个共学中心的摄影棚，未来无论是偏乡也是都市的学校，拢会当参与共学计划，甲规划主题课程，甲其他的学校分享。运用科技将课本无法度展示的物件，互学生透过 VR 的目镜来看，囡仔拢讲真深刻，会当加深因学习的印象。以往咱不管哪上课的讨论，拢是甲你共一个班上的同学做伙讨论，上这是嘛是甲你共一个学校的同学做伙讨论。阮即卖用即个课程的方式，你会当甲无共的学校的同学伫共一个时间做伙做讨论，甚至咱会当甲无共的经验分享给无共的学校。目前高雄市参与 XR 共学计划学校已经有10多间。校长表示，各间学校拢有无同款在地特色的课程，这款新的教学模式也通互学生囡仔了解家乡每一个所在。记者曲兆阳高雄报道。